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那也批评行政理由书写7点，送来却干那6点，倒用台是讲写的拢同款。台电价为了电手买电照合约2部基础今年爱停拍，打算传出讲要搁继续签，引起在地抗议。英国7月初是要大选，这届出现有史以来头一个 AI 候选人，讲会当24点钟免休困，随时为民服务。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国会这款修法，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连续第2天去到立法院报告复议案。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嘉欣是指出讲，行政院所公布的复议理由书有7点，送来立法院的公文却干那是写6点尔，根本是欺骗大众。杜英泰是强调文字有调整，这写的拢同款。立法院连续2天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甲内阁团队就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备询。不过经济部长郭志辉予人压出，前2天质询期间，伫LINE的群组转传单位节目的影片，内容质疑国会和中共掌控，却在引起议论。我只是转发，我那个后来有收回来。我其实收到了，但是没有完全看完，我就发出去。这个是我坏习惯，以后会很谨慎。国民党立委齐卡心指出，行政院公布的复议案理由有7大点，不过送到立法院的公文内底，却敢若有6项，批评行政院是对民众伫讲白贼。不过杜英泰讲，文字虽然有调整，不过内容拢同款。脸书上抛文代表我那时候一个心情，公文书为准。代表心情，我想问其他是不是都一样？文字或许有调整，或许有调整，都是一样。立委调查权要给予相当的限制，这个就是社会的进步。让我讲个例，所以这个。杜院长伫议场见在野立委，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甲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伫走廊相见，因为2个人最近对立法院是不是动用检察权，一直拢有议论。20则小杜当场对骂，场面正火爆。叶元之有说要警察权，就他不敢承认。他说我抛脸书，我没有抛，我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他说我说警察权趋于民众，动什么手？公民团体青鸟行动持续伫立法院周边举办公民论坛，不过因为是平常时国家天气烧热，到场的民众明显减少。不过2月则是复议案表决的大日子，传出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发动员令，爱选区伫苗栗以北的国民党立委，每一个党员至少100人到立法院外参加那英行动的成员。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讲，民进党未恶意阻挡，或在野立委都要确保复议案进行顺利，并呼吁场外民众爱互相尊重，保持理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昨宣布要卖咱2款攻击性的无人机，按算2025年就要交货。亚咱中科院这届是摕到83亿的7次案，团工就是要试验咱的天宫3型飞弹。国务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这机密事项不便透露。拜登政府第15摆对台军售卖出金华岛300。Altius 600MV 2款攻击无人机，会强化国军地面部队精准打击能力。外界观测，什么时阵会当交货，都惊拖延交付。美国国务院正伫军事事务局会议，预计今年到2025年就会交货。国防部长郭立雄会搁甲美国讨论。今天看到有媒体报道，他们应该是会在明年会交运。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尽速获得的事项。筹获的这个时程，我们会再跟美方再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将对于台美共同合作生产武器，像无人机的弹药库存。美台台商会长韩如碧乐观看台，有希望成真。学者表示，台厂具备有一定的能力，
也毋过爱符合美国治安规定，甲3年监视充足，拢会放大监视。我们能够补足美国的需求，那美国可能它自己国内没有生产，例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晶片怎么这些，这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那第二个可能是一些数量上面，也就是它目前假设那个，例如说因应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事的需求，那美国国内的这个厂商它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这个生产数量的需求，或许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补足或是支持。另外，国防部开83.88亿交付中科院执行系统性测伪上案。时间长12年，传出是测试天宫3项飞弹，郭立雄低调无愿意加讲。领导是海巡署针对中共成员台海紧张情势，公布逐天平均有4架中国海警船拢离金门海峡。我们跟海巡本来就有绵密的这个勤监侦的联合勤监侦的手段，所以相关的这个动态都有互相这个协作，所以我们都掌握得非常清楚。对于美国环太平洋军演6月底都要开始操演，虽然台湾无得到邀请，不过传出要拍大型的报废船。今次针对共军的航空母舰，郭立雄以环太军演是美国主导事项，无做评论。顶多是最近社群平台流传要求国军提供急职任职单位等文件。郭立雄证实是诈骗信息，无排除是境外势力，呼吁官兵唔通哄骗。记者综合报道。台电有甲民间的电厂签25年的买电合约，未来电厂1号甲2号机组照合约，今年6月甲9月底都要停跑。即马却传出讲，这经济部要甲电厂继续签落去，是搁再引起在地抗议。台电嘛表示，只要电厂有照合约条件，会使继续运作。卖寮电厂，2024如期除役。大社发稿后要求备料电厂的1号甲2号机应该伫6月甲9月底终止运作，因为台电甲民营电厂签订25年的买电合约，照规定，电厂的1号甲2号机今年就应该陆续终止运作。款团举行记者会，批评机组到时也是会继续运作，根本都无被度役。应该你要没改气了之后，或者是说你有绿能出来的，再去改再去补。那你现在又让他去补，那这样说脱美，那前面那些有什么意义呢？款团批评，总统赖清德宣布成立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不过未了电厂是烧炭发电，污染大，对气候变迁影响更较大。没有把这个总电量改善的话，我想这个电力需求还是一样越来越庞大。所以如果这个没有调整合理的电价，我想不管是核1、核2、核3，都有可能再重启。环团这个台电毒害婚林人，也要求官府爱捍卫全民的健康。台电回应，为了民营烧炭电厂专案契约属于商业行为，依约为了电厂符合法定条件，都会当继续运作。它基于不可抗力，所以造成它没有办法如原来跟台电的预约去把那些量发除嘛，这些缺的部分，希望台电能够把这些少发的度数能够让它补满嘛。希望说台塑秉持的这个环保的理念，要持续在改善空品，积极的推动那个他们的燃煤机组改成天然气。官府表示，对烧炭电厂的污染，会继续推进烧炭电厂转型计划，完成备料电厂转型做天然气发电厂。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军去年5月有建案施工的吊钩落落去拱到车厢，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意外。委会今是公布调查报告，讲是作业人员为着要把这台吊车套起来，可能是咧救的角度唔对，这吊钩才会登去落落去下骹车站。依照一般同仁的正常的作业要开启这个盖板。按下这个按钮，一般大概要15到16秒的时间。所以根据我们对记录里面的调查，当然随车站务员在发现这个航架，那一直到他这个列车撞击到航架，中间仅隔12秒，所以当天的时间是不足以让他开启盖板，按压这个刹车按钮。
云南会是表示，虽然柜台人员有发现到有物件落来，不过伫咧柜台顶并无会当动车的设备。照目前的法规，嘛无规范酒商吊挂作业，爱先有风险报告，嘛无定出建商吊车施工作业标准流程。另外，中介嘛无规范出这动车的授权机制，这问题拢就要改善。继续来看，台铁转做公司的第一年，这车准时的目标是要拼到97%。不过，这嘛造成内部调度车班的压力真大。交通部长李明干今日是特别去巡台铁的现况中心，保证会继续改善台铁的设备，减轻员工的负担。也起车钱的问题，这目前也搁咧讨论。元旦挂牌的台铁公司，今年1月至5月客运人数超过9892万人次，平均每工是输运65.8万人次，比去年成长超过1成。今年8月 EMU 3000型城际列车50片组全部交车了后，11月份会全部投入营运，全线的运能会阁提升40%，现况的调度压力一定会增加。行控中心的设备。是92年建制哈，那目前也请台铁在规划怎么样利用新的科技能够再提升这个行控中心的效能，那减轻人力和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负担。因为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的影响，台铁顶半年准点率无改善，不过全年准点率目标也是定伫97%。交通部要求台铁都要研究优化现况调度。交通学者认为，若是台铁较早伫都会区是以捷运化的经营，通勤时间、路线的用量拢已经挖近满额。不过目前真侪民众需要的是跨县市快速通勤，会当用大数据来检视旅运的需求。他要的是这种区域的那种快速的铁路运输系统，可以让它很快速的从这些卫星城市进到市区来。它有一些营运上的一些容量分析，针对这些瓶颈点，要不要去做一些改善计划？另外一方面，各界关心29年来无起的台铁票价，什么时阵要调整？交通部表示，适度反映合理票价，也会当提升服务品质加准点率。台铁已经依照听书伫研究相关的方案，后续的听书下报董事会，嘛会提报到交通部来审议。目前也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央推出新青安贷款，要减轻少年人买厝的负担。即马说传出讲有人是找人头去贷款擦地皮。即马财政部已经甲银行讨论出共识，过来要贷款的，就要签切结，嘛会加强清查，敢是有要来税人的。若是有违规，就要甲补助，搁吐倒转去。为协助少年人买厝，政府推出新青安优惠贷款，是咪到即马所传出这个方案，互有心人利用者做新的插办工具。财政部督导公共银行开会，参详了已经得到共识。伊是强化催促人头户，也就是办贷款进前要严格查核，贷款了后也要详细清查是毋是有人头户甲转租。投资大户利用人头户来办新青安，而且违规出租的话，并且不让租客去申报、去报税，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政府的资料就查不到。开放租客检举，这样子可以比较容易把这个违规的大户给抓出来。除了加强贷款进程审核甲贷款了后管理以外，新贷户拢要签切结书，而且明确建立违反规定爱行补贴利息这个条款，故户是免签切结书，不过若是违反，就要照个案情形，依照规定尽责来处理。很难去勾稽到呢，你现在有没有把这房子出租给别人？所以我们租屋黑才这么大，连财政部都抓不到的东西，你怎么指望银行抓得到呢？只是把贷款追回来而已。贷款者来讲，他是把政府的优惠贷款换成一般的贷款，他的付出来的代价也很小。学者认为，未少厝主伫出租进前，就甲厝卡讲好，免用租金补贴，所以政府若想要为报税资料去找人头户的机会无大。若是真是被抓到，也只实行利息补贴这个条款，并无相关的法则。学者认为，想要压制炒房，也是要提出有效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翡翠水库灌水港的工程隧道，去年已经完全接好势啊，今年才举办送水典礼。未来只要有风台警报、水受过落，就当改用灌水管来送水，这顾全大众用水安全。
加水门的控制莫大白乖乖，祈求一切顺利。翡翠水库原水供工程经过5年，宣布通水启用。未来若做拄到风台也是大水库，南势溪原水路度大法度欠悬的时阵，就当直接取翡翠水库较清的水，确保大台北地区600万民众用水的安全。当台风来袭，只要发布路上警报，我们就会预先启用远水管，来避免未来远水浊度飙高。如果一般的豪雨，只要浊度达到500度，我们也就会视水库的水位来机动性的启用远水。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郭文铁退煞工程，不过伊无出席典礼。郑万安表示有邀请，不过伊拄仔有代志。台北市自来水系统97%的原水是取南北势溪的水尾。回顾104年，苏迪勒洪台原水的路度超过39300 NTU， 创下历史新高，所以才会退煞原水管的工程。在民国104年的时候，苏迪勒台风重创了我们北部地区，让我们台北市的市民打开水龙头，竟然看到黄浊的这个水量。当这个工程完工的时候，这个情境将不再发生。送水管泵坑全长2.8公里，每天出水量达到270万吨。赶伫丰台柜进前启用特别有意义，希望会当疏解北台湾水资源调度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就是夏至，在国建署发现，今年到目前为止，因为日常海产急诊的案件是比过去较侪，提醒民众都要注意预防日常海，尤其是这1岁到5岁囡仔。较袂晓讲会热，唔知影家己是热着，都要特别注意。另外，嘛有发布一套预防日伤害教材，提供给家长会当做参考。当出现热伤害症状时，请先移到阴凉通风处。天气愈来愈热，拜5就是夏至。根据气象署资料，台湾平均气温比顶世纪高1.6度，而且热人的天气天数嘛，对2个月增加到4到5个月。面对高温，尤其是1岁到5岁的幼囡仔，因为身体机能个的发展，加上身体无爽快，较无法度好好表达，所以国建署、气象署甲教育部是联合发布避免幼儿日伤害的卫教素材，要来教家长预防幼囡仔日伤害的小撇步。婴幼儿的部分，因为他的生理跟自然的自理能力呢发展还没有成熟，所以没有办法自行去摄取水分。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5月，每一个月都是地球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它的温度不仅仅是平均的增高，而且它会突出来，会极端高温出现。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嘛愈来愈多。有家长讲，因若是有带幼囡仔出去，一定拢会替囡仔扎帽仔、地裤甲风拍的衫。另外，嘛每30分钟就换囡仔进来啉水。我们出门前一定会帮他擦防晒油，因为现在太阳紫外线真的很厉害。然后水壶一定会带，然后会帮他戴遮阳帽。他还会准备小电扇。虽然帮囡仔做防范真重要，不过国建署嘛提醒大人，唔通干那顾咧顾囡仔，煞袂记咧保护家己。即摆日头真毒，大人甲囡仔拢爱做好防晒，伫日头骹拢爱注意家己的状况。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第23届国际急诊医学会议今日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咱的总统赖清德亲身去参加，嘛分享咱的防疫经验。因针对明年，咱的健保总价来超过9000亿，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强调，暂时也未起健保费。新冠疫情期间，急诊医护人员伫第一线社区体检工作，佮利用远距医疗，互轻症病人伫厝线顶看诊，避免急诊人伤过济。甚至连海外华侨也适用。安尼，台湾在地急诊医疗经验透过第23届国际急诊医学会议，分享予全球65个国家超过3000个学者专家进行交流。因为我们还有涵盖到国外的侨胞，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远距医疗不是只有在台湾，等于是它开放给全世界的侨胞使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不过，病院急诊欠人力的问题依然无解决。最近在野党立委提出修改健保法，希望将点答保障入法，提悬医护人员薪水。健保会19开会讨论明年健保总额成长率，不论价推估或者是悬推估，总额拢超过9000亿。2015年安全准备金比1个月较济，暂时未起健保费。
毋过，若修法通过，健保点达保障1点1块，到时阵健保再无增加，是毋是去健保费恐惊还佫有变数。健保改革、医疗政策的改革、医疗体系的改革一起来，我绝对有信心，1年内一定让点石达到大家满意的地步。卫福部长柯泰源佫表示，应该由健保支出到回归健保，无加部分会由公务预算来执行。另外，最近外界咧讨论的迫害罪，柯泰源强调未废除，毋过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比如日本优先式的概念，佮扩大使用对象，互司法更较周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死刑敢违反宪法，有民间团体今仔是公布一份民调，有83%民众无同意废死刑。不过这是审议式民调，过来就爱加专家加学者来对过了后，佮做第2届民调，才会当看出其中的差别。所以废死联盟认为，目前这份民调并无参考意义。宪法法庭7月就有可能针对判死刑敢有违反宪法做出大法官的释宪。有民间团体针对死刑敢应该存在发起民调，有83%的民众无同意废除死刑，而且有76%的民众认为台人判死刑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司法精英不应该轻易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长期而且强烈的这个价值观不应该忽略，不应该傲慢，而应该要予以沟通，然后这个让最后还是要由民众来做相关的最后决定。民间团体这摆的民调是审议式的民调，计将有做2摆的民意调查。第1摆结果出来了后，会邀请接受调查的民众、参谋共立场的专家学者对话，或者做1摆民调，看2摆民调之间的差别。针对第1届的民调，有超过80%拢不同意废除死刑。废死联盟认为，这个结果并无依据，审议式民调要甲整个流程行煞，做出来的结果才有代表性。他现在只有问所有的抽样的这个公民说，你们对于死刑的一些看法。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还是依照他原来的理解，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经过资讯的，我原来的想法是这样，我经过了有充分的资讯的引凤，然后我再经过了充分的讨论，我会不会改变我的意见？那这个东西才是所谓的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结果。中华证券协会表示，7月13会开始审议式民调的讨论阶段，到时会邀请无同款立场的专家学者参民众对谈，或者做第2摆的民调。废死联盟表示，现在是因对这个结果并无意外，也认为第2阶段的讨论安怎进行、安怎调查才是重点。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6月20，今日也就是世界难民日，人权团体是搁再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严格遵照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建议，赶紧把难民法定好出来。相关专案的审查嘛要紧密来完成。人民的1/3，大概有1860万的人是必须要人道救护的。缅甸伫2021年发生政变高达，造成真侪人民死伤，也阁有不少人被迫离开家乡。不过，这寡走来台湾的缅甸人民想要寻求庇护，却因为专案审查拖延，加上台湾无难民法定因素，长期过得真不安。今天我逃跑，我家里我爸爸会被杀掉，但是他们想要是临时居留，到现在1个都还没有办到，还没拿到。现在说要去别的国家，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了。根据联合国资料，到2024年4月底，全球有1.1亿人被迫无依无靠要去失等，等于是每69个人都有1个人面对这款的处境。虽然去年政府决议提供在台寻求庇护人1份相当居留证的许可、外交登记证，不过伫审查、点验甲有效期等方面，保护力拢真局限。使外交部核发的停留签证入境的寻求庇护者，无从在等待审查期间展延原本的签证，或者是申办新的停留或居留许可。专案审查所取得的外侨登记证效期只有1年，即便效期有展延的可能，仍有碍当事人安顿身心，也不利于求学与求职。我也能够理解，就是说，政府在这个议题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压力，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政府他们展现一个责任。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这个意愿。民进党甲民众党立委共同出席人权团体记者会，答应未来会提出庇护难民专法的相关草案，包括明确
的庇护申请证书、基本权利甲支援等措施，建立好的制度，才会当兼顾国安甲人民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英国7月初4要大选，即马 AI 当咧唱，即届伊嘛出现头一个 AI 候选人，这是一间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用伊家己的形甲声来打造的，讲会当24点钟拢免休困，随时为民服务。时到若真正当选，伊嘛讲伊会代替家己的 AI 去议会做代言人。人工智慧伫生活应用愈来愈快，就算是伫7月初4举行的英国大选，即马也出现全球第一位 AI 候选人。AI 史蒂夫是由一间科技公司利用董事长史蒂夫恩达科的声音甲虚拟形象所打造出来 AI 候选人，希望会当今年冬天24点钟所集整合民众的意見。Would mean we have better policies and policies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That is exactly our aim. That's exactly what we see as the future. We want democracy to be reformed. We want people connected to their MPs because the current system is broken and not working. 创造 AI 史蒂夫的科技公司表示，伊会当同时进行达到1万个对话，而且完全唔免休困，选民随时拢会当甲伊互动。AI 史蒂夫会将建议甲请求记录落来。将这声音带入国会，为亚线政党斗争的选民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史蒂夫表示，若顺利当选，伊会代表 AI 进入议会，也毋过这只是作为代言人的角色。选民对这款的创新举动看法真无共。It's quite wacky.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new, and it's nice to see some innovation, I suppose. And it's probably more likely to hit people my age. AI and politicians, I guess, have the one thing in common is they can't be trusted, either one of them. So it's interesting to use the technology, but we also need trust and transparency, and I don't know if that's going to necessarily be built through AI. 史蒂夫捌伫2002年代表保守党参选议员，也毋过只得到487票。伊强调，家己的观点甲政策一定会甲 AI 史蒂夫有所无共。也毋过，伊会根据 AI 史蒂夫表达的选民想法，伫国会进行投票。公司新闻邓慧玲编译。以下从对反犹太气氛无透，法国打就发生一件未成年的强奸案。这12岁查某囡仔去互3个查甫囡仔骂讲是本色犹太人，甲操刀虐待。事件是引起社会愤慨、就业抗议，甚至是顶动着整个法国的政坛。社会群众提无共款的标语，暗过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谴责反犹太主义。这12岁查某囡仔做着轮播过程真粗残，犹太社区真生气。根据警方消息来源，查某囡仔做性侵的时阵，对方叫伊垃圾犹太人，佮问伊的犹太信仰甲以色列问题。Hormis le fait bien sûr d'être juif, mais en tant que parent, c'est quelque chose, c'est comme si c'était mon enfant. 这个代志也顶行规个法国政坛，总统马克龙19日部长会议表示，反犹太主义祸害咧威胁法国校园、各学校学校，针对种族主义甲受训犹太人问题展开对话，防止有严重后果的受训言论渗透到课堂当中。基右翼党派国民联盟领袖马林勒彭指控，基左派甲所谓将犹太人污名化的遐人，利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以下冲突来丑化犹太人。基左翼的法国无库学党党魁梅朗雄也共款谴责反犹种族主义，伊伫这议题常常发表无够清楚的言论，互政治对手指责。伫政治光谱另外一边，基右翼的国家联盟党魁巴德拉是呼吁，打击为去年10月初7以下冲突以来，增加法国的反犹太主义。欧洲议会选举了后，法国会提早大选，伫保守派政党甲基右翼合作的协议之下，国民联盟真可能第一摆掌权。法国犹太社区真大，伫全球敢若排伫以色列甲美国后边。2024年头前几个月反犹太行动比去年同期暴增3倍。2023年通报7676件案件当中，有12.7%发生伫校园。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非洲中部国家查德一间火药库拜日暗时是熊发生爆炸，上无9个人死亡，46个受伤。附近未少人家厝嘛去互火炮弹着。不过当地政府也是强调，附近无任何百姓死亡。真大爆炸声，阁有真惊人的大火，也阁有传出炮弹飞过声音。
非洲中部国家查德首都恩加米纳一个军事弹药库10日暗时发生爆炸。附近居民表示，迄时阵核爆炸声音吵精神，都亲像人向因开火共款，甚至因看到炮弹为头壳顶飞过。J'ai pris mes enfants et puis voilà, je suis sorti. J'ai longé le long du mur. J'étais parti chez ma grand-sœur qui habite à quelques mètres de chez moi. Et puis voilà, par la suite, il y avait eu des objets qui ont éclaté dans ma maison. Et voilà, ça c'est l'état actuel. 连续真大爆炸，佮引起大火。查德卫生部长证实，至少9人死亡，76人受伤。因为真侪人伤势严重，死亡人数恐惊佮会称悬。不过，查德政府发言人表示，无变成死亡。不过，弹药库100公尺以外一间医疗中心遭到重创，建筑无损坏。好家在赶紧撤离，无人员伤亡。Il y a eu des dégâts matériels très énormes pour notre clinique, notamment la moitié des bâtiments se détruit. Et il y a eu aussi des dégâts sur nos matériels et les appareils. Ça pourrait même être pire. Et nous avons mis en place une équipe d'enquête. 查德总统巡视爆炸现场，指示爱妥善救治伤者。佢表示爱加这驾驶，呼吁未来将军事渡船设施起伫城外。法国伫查德有1000个驻军，负责打击社会的圣战组织。官员透露，无法国的军事人员受伤。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伫咧英国南部出名的历史景点大石镇，传出讲起环保团体乌白喷漆。这个团体诉求是要求英国政府都要停用化石燃料，而且嘛强调讲，因喷的喷漆，这原料拢是环美粉，只要若落雨，地带强调。不过科学家也是烦恼讲，这石头可能受到破坏。两个男子就有成员向用冲向基石镇喷柑仔色的物件，现场游客看到这个5000年历史遗迹的这一幕龙眼气，21岁古田大学学生임기，加73岁普明汉来奈度被逮捕。英国气候运动团体拿出石油表示，安尼做是为要求下一届英国政府2030年之前停止开采甲烧石油天然气甲涂炭。英格兰卫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发生这代志，互人真无舒适。不过基石镇悠然保持开放，也被影响一年一摆的夏季节活动。首相苏纳克谴责这是可体的破坏行为。工党党魁舍凯尔表示，这互人真愤慨，拿出石油真可悲。拿出石油表示，燃料是环美粉落雨地冲走。科学学家麦克皮兹认为，石头表面所发的地khí生态真丰富，而且是为史前时代个即马。尽管一切都爱过单全面性的研究，石头表面任何破坏拢会引起真大关注。拿出石油为现实诉求，常常将重要文物、技术展览品或者是大地标，加做抗震工具，经过破坏梵谷、莫奈、达文西作品。常常拢受破坏，要成员捌伫伦敦街道龟速游行，扰乱交通。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当然，看国内这所有渔船经满法66号，伫咧2021年时，都违规挂沙鱼翅佮弹掉鱼身的记录。即马佮去互咱海巡查到讲，这违规挂鱼翅都有超过6.5吨，渔业署上当要甲罚250万，收回渔业证照。渔船登渔港海巡来检查，所发现大批的沙鱼翅无鱼身。所获这金管法66号和海巡查出，第一个沙鱼时阵，涉嫌违规挂鱼领。海巡人员清点一包搁一包的鱼领，发现有6510.6公斤，数量真大。这只所有这金管法66号渔船违规挂领已经不是第一摆，2021年都报有违规记录，但罚500万，收回渔业证16个月。海巡早就注意了。本案经渔业署认定违规属实，原依据《远洋渔业条例》第41条，移送主管机关进行裁处。渔港逐工拢会拍卖沙鱼，每公斤批发价50块左右，不过沙鱼领每公斤用卖几百块，差真济，所以不少不少渔民惊险路，违法挂领起鱼身。海巡署表示，查案查明违规了后，马上通报渔业署派人封存，照违反远洋渔业条例来处罚，相当应罚250万，各收回渔业证。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看台中的南屯白亚东街二段拜二暗，讲有大学生通报讲有动物去互车咬死，了确定是石虎。伫咧同一天，伫咧苗栗通宵嘛传出讲有一只石虎死亡，这嘛是苗栗今年第10件石虎互车咬死的事件。一发现车道顶悬有动物互人弄死，这个大学生赶紧倒来警示后壁的车。18下暗，这个大学生伫台中市南屯区白雅溪附近的车路发现有动物互人弄死，赶紧通报处理。警界队先介带转去了后，发现那像是石虎，随通报农业局，若农业局确定是石虎，交予专家来处理。立即请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前往清洁队确认，经专家判断为石虎而非家猫尸体，后续将送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处理。发现的地点是伫白雅溪附近，这个水源甲是不适合动物生存。这件也比去年9月伫乌日区发现的弄死石虎案件离市区搁较近，附近就是中卫区。专家表示，这只石虎也搁咧发育，那像是探路草找一个过程拄着意外。虽然最近白雅溪周围石虎族群发展稳定，不过当地常常有人甲车来来去去，石虎拄着危险的机会嘛增加。发子溪的就是往外的地方，其实都已经是很多人活动，或者是有住家的地方，可能是道路工程或是其他的工程，然后其实都会在河床地会有一些干扰，这样本来不错的基地，然后就会被破坏。目前看起来，法子溪应该是石虎可以利用的基地，但是基地状况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定。苗栗通宵18嘛传出有石虎互车弄死，这是今年苗栗县第10件石虎互车弄死的事件。苗栗县府表示会勘讨论改善相关的保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道7号去年3月已经核定，其中一段要经过高雄大寮行政街，这附近的工厂甲徛街拢真济，施工恐惊得全部拆迁。为了减少影响，高公局去年10月决定要搁改路线，改经过工商路，结果嘛搁再造成当地居民的不满。工商路其中一边拢徛客较济，国道7号去年3月总算核定，不过最近阁引起争议。原底路线要经过大寮中正里行政街，10多年来经起真济工厂，若要维持原案，就要拆67大工厂或者是徛街。为着减少影响，高公局把路线改去工商路，引起当地13户居民不满。他们认为说，在沿路线那个范围500公尺内，就不用再重新的环评。所以他们透过那个空照图，就去把那个路线规划起来。去年告知，那今年6月就跟你说，我路线定在这边了，我不管你死活。那我们会认为说，你不沟通，然后也不协调，然后就直接说要盖在我们家前面，这边的住户是不能接受的。高公局19开沟通说明会，现场面带居民甲高公局对峙，居民不满国道7号路线要改去工商路，甲徛街离差不多10.2公尺，虽望多数免迁线，不过噪音等问题会严重影响生活。有的居民认为政府规期迁线，有的人是要求要改回去原地路线。工厂它实际上后面带的是好多的家庭在这边就要靠这个来生活。所以这样，如果说我今天再把这个新中路这边，整个都拆迁，其实我们评估过，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高公局回释咧讲，改去工商路是详细评估了后不得已的选择。不过未来工商路因应国道7号选跨时，会根据居民需求来规划，也会继续和反对居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大理大明路甲国公路口，那骑机车要倒挂，就要做2改。不过即马天气是愈来愈热，民众就咧劝讲，一个倒挂就要等到要3分钟。交通局即马是顺这个民意，限制伫这个路口，你若要直接倒挂，也是做2改挂，拢会使。骑机车无想要搁再等，牵车直接行斑马线过路。台中市大理区大明路想要倒弯国公路，伊规定要2段式倒弯。只不过离峰时间平均要等待2分半钟，大日头卡33度的高温，民众实在是急要挡袂掉了。会这个路口等很久，对。大概要等多久？30-40秒以上吧。你看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至少看现在至少就90秒，就1分半了。那你再待转的话，你光一个红绿灯，你为了要左转过去，你大概就要花掉2分多的时间。其实，蛮热的。
大明路国公路口采取车顶轮防通行，当地里长认为无其他的车流干扰，机车应该会使提早行来线车道，直接倒外国公路。上加650公尺的东营路，机车就会使直接倒外国公路，无需要等越。同款倒外国公路，所有2种标准，可以受到真多的民怨。我在地人吼，我这条大明路是我的梦魇啊，我唔敢行这条。你若伫遮咧等2分半钟是足正常的。你若阿达礼拜，反正你等5分钟，哦，第3届红青灯叫我就过。那后续公所那边会针对大明路上面的车道去做一个调整，然后还有把相关的牌面去做一个移除，相关的两段式左转的牌面去做一个移除，然后并保留那个待转格。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采取车顶轮防路口，主要是看车流量、车道数，还有当地大型车有济无来决定。大明国公路口确实有改进的空间，目前会重新规划车道，移除2大式倒弯的标志，而且保留单越区，提供骑机车的人2种倒弯的方式，后续会由区公所来执行调整的工程。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一条上新的消息，立法院连续2天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针对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进行报告。民间团体也伫咧立法院外口发起青鸟行动。下晡，民间团体和现场民众是针对国民党团正前所提出的这真有争议的花东交通3法连续就台发表意见。即马台语台记者就伫咧现场，要带大家来了解上新的情形。年或50年。是主播记者目前人就伫咧立法院外口的这段路哦。今仔日的天气实在翕个热，随时都有可能会落雨哦。也毋过来到现场的反对国会6款民主党提法案的民众，也是有300-400人哦。而且包括台湾公民阵线等等50外的公民团体，有关继续伫立法院外口办公民论坛，来呼吁民众继续参与守护台湾的民主价值哦。下晡针对华东3法进程已经通过一读的部分。环保团体嘛呼吁2读3号也要继续来符合停驶的证据。咱来听拄只环团因的讲法。过去我们在盖雪山隧道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铁有很多翻车的事件啊，一些事故造成一些死伤的时候，其实都会需要有人出来负责做这个行政责任的承担的。对，但是如果今天不是行政部门这边发动这个交通建设的话，那如果出了事，难道是傅昆萁要出来负责吗？这在体力上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是，环保团体表示那要去华东的交通建设袂当伫立法院花要做就做，上无嘛要做侪评估甲研究哦，包括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生活范围和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区分析等等哦。环团希望讲借这个公民论坛来互民众了解华东3法对环境的影响。以上是台记者卢尚如、郑俊佑伫立法院的连线报道，所以咱甲镜头交互主播。感谢上路的连线报道。继续，咱来看桃园中立新民市场，当期有民众检举讲，遮个大头啊，拢会伫咧路的摆搭、囤货，甚至是蛋粪扫，严重影响到环境。政府即马总算是宣布要整顿，配合科技执法，然后摆搭占用情形，都会甲这打价甲没收。高薪差110块，10块，10块。菜市水果放伫路上卖，市场店家摆搭营业，会当看到分价倒拢是纸箱啊、菜篮加粪扫。这时，中立新民市场严重垃圾情形，当期互人批评。市府宣布进行整顿，有计7月中下旬将对明德路进行美化工程，要求业者摆搭退回到店面。因为我们这边租金比较贵，然后所以我们会摆出来，生意会比较好。像我们摆进去的话，根本做不到租金。会有影响啊，对，因为就没有收入啦，会影响到我们。对啊，我们就是靠这个赚钱为生的，对啊。如果真的要整顿的话，其实你说这两边巷子，如果你也不整顿，或是甚至整顿大马路上的话，对大家也不公平。市场有店家赞成市场整顿，不过也希望政府全盘规划，顾到档案生活。像市场外部明德路有12间店家，定将物件放伫店面外口，也有袂少流动摊贩。环保局统计，针对新民市场外的粪扫堆置加环境垃圾，今年以来处理83件，以废弃物清理法处清理到6000，总计财罚大约是10万。
为了整顿整个西民市场周遭的环境呢，市府呢将第一阶段以明德路为主呢，进行分隔岛的美化工程改善跟交通设置的调整，以及设置 CCTV 来进行科技的执法。警发局表示，未来会增加科技执法设备，也会甲警方环保局合作处理违规。那业者继续占用行为，佮劝导唔听，会依法没入摊价、摊平等设备，也会计划配合中秋节、明年台湾灯会，会增设会灯等美化措施，彻底解决当年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民用中学目前有收130个同行的少年犯人，这学校内底嘛有饲30多只的流浪狗仔、甲猫仔，即嘛正做因的动物伴。自从有这动物来陪伴，因的情绪甲行为嘛变甲更较稳定，嘛对因未来要回归社会真有帮助。学生若摸猫仔点点坐伫边啊，若是上课时阵，也有狗仔会坐伫后壁陪伴。这个少年学生来到民用中学，袂当时常看到厝内人。毋过即马有猫仔甲狗仔的陪伴，学生的情绪较稳定，因为着要照顾动物，心态也改变，感觉住伫遮袂遮尔严肃甲艰苦。家人的那种感觉，但我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是跟他们玩，就觉得很温暖。之前有犯错，可是就是觉得碰到他们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猫咪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帮助我们很多。高雄民用中学专门收容重刑案的少年，若当前就野猫走入去学校，老师发现有猫仔甲狗仔的陪伴，学生的情绪较稳定。目前校园内面总共有2只狗仔、30几只猫仔，因为学校无预算通买饲料，拢靠老师出钱，就有统部工会特别关动物的饲料甲饲收啊。他除了有不愉快的一些人际关系之外，最起码在友善动物这个部分可以正确的建立它跟生命之间的一种正常的连结，会持续的。那甚至于我们会结合兽医呢，也进来到这边跟这些流浪狗、流浪猫做一个健检。校长表示讲，唔那狗仔、猫仔伫学生的宿舍，阁有饲鱼仔、甲虾仔，学生会斗照顾，也希望会当影响因的行为。目前民用中学有130位的学生，未来因若出国，学校会尽量安排到北部，也是东南亚，离开原本的环境，就会当降低搁再犯的几率。记者钟义辉、邱兆阳高雄报道。健保署对7月初1要开始实施在家急诊照护，伫咧分林到30间医疗院所，大成组一个专门的照护团队，内底是有超过70个医护人员，希望会当随时照顾到在诊的落机时段，改善偏乡的医疗服务。好 ，OK。护理师领完药啊，就直接送来到患者因兜。分林有真侪住伫偏乡的时段，若是有失智失灵的人，要出门予医生看是愈无方便。不过未来这个时段若是有急症，只要敲一通电话，就有医师、护理师会来到处理，提供诊疗。每天都有医师的查房或是护理师的治疗。好，那这样子的团队呢，必须要仰赖一个非常有组织的，包括教育训练，包括互相支援，包括这个沟通的平台。那我们云基呢，跟好所在一起来组成这个云林好照的这个小组。民众在7月1号之后，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合作，真正达到让民众的需求能够减少住院，然后再加医疗。营养健保署今年7月初1要开始实施的到厝急症照护，分林成立照护团队，由县内30间院所机构，超过70位医护人员组成。未来会当伫第一时间到患者厝内提供诊疗，弥补医疗资源无平均的现象。疫情努力之下，我们一起来为云林县偏乡失能，还有一些独居的老人、弱势的老人，我们一起来奉献出这样的力量。团队表示，分林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成，有过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营养适龄人口若是增加，阁拄着家庭照顾的骹手无够，即马提供到厝急症照护，毋但会当减少患者住院，嘛通提供照顾的需求。记者王伟雄分林报道。讲到台东的嘉明湖，平均一年就超过9000人去佚佗去爬山。不过因为是台湾乌蠅的生态地，过去就有乌蠅会走入去沙寮去找食。今年4月，伫咧武鹿农园，嘛有乌蠅走入去咬死农民所饲的狗只鸡仔。林业署即马嘛加强咧宣导，
希望游客甲村民会当加注意，避免人甲熊的冲突。拍开嘉明湖国家步道2间山屋营地登记网页，拢总176个床位，7月份差不多逐工客满。台东林保分署统计，嘉明湖平均一年有超过9000人来爬山，是热门爬山路线，尤其是休热团客特别多。嘉明湖嘛是台湾乌熊真正出现的所在，捌有乌熊走入去山屋。林业署台东分署已经加强防熊设备，搁再提醒爬山人是否爱保管得好，唔通伤熊来。万一如果说在山屋有碰到黑熊的情形的话，第一个时间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够尽量的去把自己保持在一个安全的区域。今年4月，南回武罗川捌有乌熊落山走入高远驾驶高只鸡啊，即摆游客渐渐增加，关山分局甲台东林保分署再去特别前往武罗川，向村民甲游客宣传各打防熊海报。OK。如果发现台湾黑熊的踪迹，处于求生5部曲，先求自保外，并拨打110或119。台东林保分署提醒爬山人，乌熊落山主要是要找食物，袂主动攻击人。若做伫山区看到乌熊，安静离开，减少发生人甲熊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2016年时，伫咧阳明山捌找到日本时代对日本进口的河牛后代，了后，佮甲送去花莲的养饲场来探种，佮甲号名做原形牛，要申请做新品种。即马几啊年过啊，农业部打死公告核准。前总统李登辉伫94岁时阵下愿要饲台湾和牛。2016年伫擎天宫找到19只野生牛，抽血检验发现原来是日本和牛的淡马牛。这个牛尾仔红送去花莲凤林镇养殖场，佮成立生技公司生团照顾。那原sinh牛它是1933年由日本人当年引进到台湾的。那在经过这个将近90年的一个进行杂交下面，而存活下来的品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一个品种，不管产肉率、产油率、抗菌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业者讲，原型牛因为无甲外来牛透种，所以甲其他品种的牛有明显差别的独立族群。伫2020年开始进行新品种的登记，总算伫4年后得到农业部核准登记。成为咱台湾头一个由民间发现，佮得到官方核准新品种登记的牛的品种。现阶段来讲，从头到尾没有基因改变的，大概有40-50只，保存到这么完整、这么纯种的基因，实属不易。那我们期待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好品种，能够也在台湾能够传承出来，而创造出台湾的牛肉品牌。根据特产所分析的结果，原型牛甲日本和牛也是有明显的差别，会当当作是另外一个独立族群。业者伫完成品种登记了后，都亲像有血统证明，这牛场就会当开始商业生产。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总会上人份的影片，即届是去到台南的关山，访问做糖师张锡斌甲张月婷一对名囝。记录因传承古路手工来做乌糖的故事，这部纪录片今正式发表，咱嘛做伙来看卖。手提一支接一支的茶落入去灶内底行，炉啊顶悬是烧滚滚的糖浆，就爱一直拉。这是台南的2代乌糖师傅张锡斌甲张月婷，遵照古法用手工来做乌糖。如今因的故事嘛，互文化总会记录落来。你要去当一个糖师，你要去了解不同土地做糖、须蜜、糖师。第2代张月婷因为唔甘爸母做甲遮尔忝，25岁迄当登去到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斗做糖，对正甘食手工做糖到品牌经营，做糖对张月婷来讲，唔那是工艺，嘛是传承。它算是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一个很密切的纽带。对，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互相的磨合，互相的体谅，然后互相学习成长。台南是出名的糖都，不过过去官方垄断做糖，所以手工师做乌糖，那反映着这段时代背景甲平民文化。甜蜜的滋味，嘛是老一辈共同的基地。我想这个在深山里面发展出来的手做糖。我以为是早就失传了，想不到台南这边
还保存了，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总会这个非常高兴，也要把它当做我们的匠人魂的一部分来发扬推广。我们还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庶民文化这样一个农村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思索探讨。伫咧深山内底关山里，毋但有2代做糖的师傅，伫遮传统手工做的乌糖，嘛是一款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天气相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中部地区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32度到35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高岛地区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志安，那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At present, there are 250 Taiwa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in India,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aiwanese companies expressing their optimistic outlook on India's economic future.